请问一下，出去玩的地点呢是谁决定的呢？家人。哦，都是家人决定的吗？小孩子啦，细号的啦，记得我去那天气去那啊，系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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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出去玩的地点会是谁决定的呢？自己啊，哦，自己决定对不对？那这没有自己的选项，对，这没有自己选小孩，小孩的选项，真的小孩的决定很大吼。对，所以每次都听小孩想要去哪里，就完成他的梦想。对，爸爸妈妈就是许愿池，你看多幸福。通常都是我们的小孩子决定的啦。出去玩的地点都是谁决定的呢？都有吧。都有。哦，两者皆有就对了，就是你们以前在男女朋友的时候，就是都互相来决定一下这样子。是兄弟姐妹。啊，兄弟姐妹对不对？哦，那代表你跟兄弟姐妹的感情很好哦。朋友。哦，是朋友决定的哦，所以你算是一个比较随和的人，对不对？对。应该是朋友会规划好。哦，所以你都是比较属于都不规划的那一类型吗？哦，就会可能会说我想要去哪里去哪里，然后朋友再把他们规划在一个行程里面。哦，就是我想去哪里，然后你自己规划这样子，就属于旁边比较废的一个团是吗？好了，没有开玩笑的。可能家人比较多。哦，你都会给家人决定这样子，好。自己都懒得决定这样。哦，我本来想说，哇，是孝顺的孩子这样。出去玩都是谁帮你决定的呢？妈妈对不对？女朋友。我女朋友。那你呢？哦，我决定的。我想说你会不会说男朋友这样子？没有啦。父母。就朋友。朋友、哦，来，我们闽南的破朋友来搞几下。都看人。哦，你们是讲洛卡人哦。哦，那北市县的会讲沃卡人，你试一次。沃卡尼。那南市县的老师来教你一下。都看人。对。都看人。对啊，很不一样的哈，对，朋友献给。很有性格。很好哦，然后哦，亚爱。对，雅爱。亚爱。就是中文客家字，我们会写一个爷，然后一个哀这个字，一个爷就代表是爸爸妈妈这样的，哀是妈妈的意思，来雅哀这样子。兄弟姐妹。还不错。生来朋友。然后那女朋友就叫做姐妹朋友。姐妹朋友。你们好厉害哦。3年然后你是比较会听客家话，对不对？对。讲比较少一些哈。对。4年嘅。4年嘅。国雅人。然后朋友。还蛮好的哦。沃哈尼，亚爱。对，雅爱。亚爱。这有点充满问号。姐妹朋友。对，生来朋友。对，很好哦。雅啊，很好。冇错，老无腔用嘅人出去了，也感觉係唔係完全冇腔用呢？像比方講，有啲人嘅性格啊，佢呢出去了嘅時節，就當好較不用強鬆，無好排啊動到嘅行程，當好呢去，比方講露營啊、潛水啊，也就較輕鬆嘅地點來去了。但是有啲人呢，可能去海上嘅時節，佢呢要當好去，比方講去衝浪啊，也係當到嘅行程，排到黏嘅。我就無強用性格嘅人，無強用嘅出去了嘅方式，但是呢，都係無強用嘅回憶匆忙啊。也係呢，有上時你去親子公園也條所在，就當適合你家庭出去了。老無強用嘅人強下，都做嚟創造無強用嘅回憶喲。好啦，大家講按到嘅人，按到嘅稱呼嗬，今日呢，我呢就會老大家強下嚟分享，也條客家話按樣板來講呢，大家就會詳細談了，開始了。比方講啊，你一開始就會講，出去玩的地點是誰決定呢？客家話應用版講呢，出去了嘅位所係乜人決定？出去了嘅位所係乜人決定？南西人應用版講呢，出去了嘅地方係乜人決定？出去了嘅地方係乜人決定？冇錯，你平常時出去了嘅位所係乜人決定呢？像我自家，我就唔係決定嘅生人咧。唔過啊，今日一開始我教大家嘅稱呼，
就是呀家人。屋下人，屋下人。男士人愛用辦講呢？ ลูกค้า人，ลูกค้า人，冇唔錯，可能有上司啊，而迄個素菜就是屋下人選嘅，故說愛教大家就是家人選的。客家話愛用辦講呢？屋下人選嘅，屋下人選嘅。男士人愛用辦講呢？ ลูกค้า人選嘅，ลูกค้า人選嘅，有上司啊，屋下人向下來討論嘢地點，咪係嘢當好嘅方式咯，咪會幫屋下人嘅感情更加好，錯冇啊？佢生下來呢，可能呢，你選嘅地點唔係屋下人選嘅，也可能呢是朋友選的，故說也係人選來好心下。朋友的客家話，我用辦講呢，就是朋友，朋友。如果呢是朋友選的客家話，我用辦講呢，唔做得講朋友選嘅，朋友選嘅。冇唔錯，有陣時啊，朋友選嘅素菜，可能呢，對我來講，唔係想要按用嘅地點，呢個時間啊，交通就會當重要了。但是有陣時呢，可能唔係朋友選嘅，可能係你自家嘅爸爸媽媽，也就是父母選的。父母客家話應用辦講呢，你會講爺愛。爺愛，迄個呢係父母選的，客家話應用辦講呢，爺愛選嘅，爺愛選嘅，冇唔錯，像啲嗌屋下啊，嗌嘅媽媽啊，就係嗌嘅阿妹，佢就當位先當到嘅地點喎。韓國呢，因為老爺行長排到黏嘅，有陣時啊出去了就會吃到啊，係當好搞。不過生下來呢，你愛強下來好心，可能呢，也不可以出體呢係爺愛選嘅，咩有可能係兄弟姐妹選的。兄弟姐妹嘅客家話用辦講呢，就係兄弟姊妹。兄弟姊妹，迄個係兄弟姐妹選的，客家話用辦講，兄弟姊妹選嘅，兄弟姊妹選嘅，哇！像我自家呢，就當中意，比方講呀，兄弟姊妹所有。表兄弟姊妹啊，也係個其他嘅兄弟姊妹啊，強下了嘅感覺，會知道啊，後生人啊，也就強下出去了，嘅氣氛係完全冇強樣哦。唔過呢，三過來呢，我老大家強下來少嘅，可能係人另外一派，咪就係你嘅男女朋友選的，男女朋友嘅客家話我用辦講呢，你會講。生來朋友，生來朋友，迄個係女朋友，我用辦講呢？你會講姊妹朋友，姊妹朋友。有陣時啊，可能係人嘅男女朋友選的，男女朋友選的客家話，我用辦講。男朋友選的，生來朋友選嘅，生來朋友選嘅。女朋友選的，姊妹朋友選嘅，姊妹朋友選嘅。
唔伫大家生活当中，迄个唔有哪个一般，系硬嘅细仔朋友选嘅，也系细妹朋友选嘅提点呢？其实有常时啊，选提点系本人头脑痛嘅事情哦。唔过其实有一个故事，佢就同我选出咯，系马啥呢？当然就系屋下嘅小孩，小孩嘅客家话用办讲呢，就系生人呢，生人呢。如果是小孩选的客家话用办讲呢，生人呢选嘅，生人呢选嘅。嘿嘿，呀，生人呢，呀，故事，系咪做嚟讲，呀，屋行人全家最大为先提点嘅人呢？因为呀，生人呢嘅想法吼，当天真，佢想去哪边了，就去哪边了，唔知啊，伢屋下，也系伢自家，系马啥来先出呀提点嘅呢？哇，唔知大家都好鬼忙啊！讲其实啊，你诶想到出去了，听错呢就会想到也提点有利偏嘛。故说呢，也交通工具就当重要了。比方讲，你1、3年嘅时间啊，可能去下利偏嘅所在，就会坐火车啦，也系呢坐捷运、坐客运，没有可能。唔过呢，喺讲爱出国，也系呢出去较了解远嘅所在，可能就会视察一去，也系坐飞行机出门。故所生下来呢，就会看一下，地方嘅路人，记条啊，都会坐哪条嘅交通工具，也下就向下来看，记条都坐哪条交通工具了。